大家好，歡迎來到本頻道。2025年下半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一句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甚至可能是存亡危機事態，直接點燃了中日關係的導火索。中國外交部多次強烈譴責日本被指粗暴干涉中國內政，中日關係迅速跌入冰點，外交會晤暫停，經濟文化交流受阻，甚至延伸到軍事對峙。今天我們就來深度分析高市早苗的對話，對台政策到底是什麼立場？中國對台灣的態度有何最新表態？中日關係為何突然如此僵硬？未來這條路又該何去何從？如果你們也關注東亞局勢，記得點讚加訂閱。我們開始。高市早苗，1961年生，日本政壇著名的鐵娘子。2025年10月，她在自民黨總裁選舉中勝出，成為日本歷史上首位女首相。她的政治風格屬於自民黨內的強硬保守派，主要政策觀點包括：一、強化國防與修憲，主張修改和平憲法第9條，擴大自衛隊作用，支持行使集體自衛權；二、對華強硬，長期視中國為戰略威脅，強調日本需加強美日同盟來應對中國崛起；三、親台立場鮮明，這是本次危機核心。高市早苗多次公開表示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2025年11月更進一步，將中國若對台動武定義為可能觸發日本存亡危機事態，這意味住日本可能依據安保法制，配合美國介入台海衝突。他的邏輯是，台灣海來穩定直接關係日本能源運輸線和國家安全，一旦台灣失守，日本西南諸島將直接暴露在中國威脅下。相比前任首相的戰略模糊，高市早苗的表態更直接、更冒險，明顯向美國特朗普政府靠攏，也迎合了國內右翼選民。中國對台灣的態度從來沒有動搖，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不容外部干涉。2025年最新表態中，中國外交部和國台辦多次強調，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獨，和平統一是首選，但絕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針對賴清德政府的去中國化動作和美一介入，中國持續加大軍事威懾，軍機軍艦常態化擾台，實彈演習頻次增加。在高市早苗言論後，中國直接將矛頭指向日本，稱其越過紅線，向台獨發出錯誤信號，並警告任何外部勢力膽敢介入台海，必將遭到堅決反制。這不是空話，中國已取一系列實際行動，暫停中日韓文化部長會議，拒絕日本提出的領導人會晤建議，甚至在聯合國公開批評日本。2025年11月7日，高市早苗在國會辯論中首次明確將台灣有事與日本存亡危機事態掛鈎。此後一個月，中國外交部幾乎每日批評，稱日本開歷史倒車，毒化中日關係。中方反制措施層層加碼，旅遊警告、經濟制裁暗示、文化交流凍結、軍事領域東部戰區高調演習，日本國內支持率反而上升。高市早苗借此鞏固強硬形象，但日本旅遊零售業已受重創，許多企業加速脫中化。這場風波已被稱作2025年中日外交危機，是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對峙。根源在於高市早苗打破了日本長期奉行的戰略模糊，直接挑戰中國核心利益。未來走向有幾種可能：一、持續僵持，如果高市不收回言論，中國繼續施壓，中日可能進入新冷戰模式，經濟脫鈎加劇，日本西南防衛進一步強化；二、有限緩和，日本外相以部分重申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立場，承認一個中國。如果高市低調處理，
2026年可能通過第三方與東盟重啟對話。3. 外部變量影響，美國特朗普政府對台政策趨強硬，可能鼓勵日本，但如果美中達成某種交易，日本也可能被迫調整。總體看，短期難解，長期取決於台海局勢穩定與美日同盟動態。日本需平衡安全與經濟，中國仍是日本最大貿易夥伴，中國則需避免過度反制影響自身發展。總結來說，高市早苗的強硬對台政策，直接撞上了中國底線，導致中日關係陷入嚴峻僵局。東亞和平取決於各方能否保持克制。你們怎麼看？高市早苗會不會被迫軟化立場？中日關係還能回到戰略互惠時代嗎？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討論。喜歡這類地緣政治分析的，記得一鍵3連加訂閱。下期我們繼續聊台海最新動態。謝謝觀看，我們下期見。